邊個話鑽石廳一定唔好用㗎？今次設計嘅單位就係成功嘅案例。今次嘅主題咧係幫業主由一個鑽石廳啦，改翻有一個有方廳嘅感覺，同埋喺有限嘅空間裏邊可以做到客廳啦、飯廳啦，同埋可以擺到個三角琴嘅。透過擺位重新演繹，梳化後面做個三角櫃，修正岩蠶嘅格局。4人餐台就移到大門側邊放，兩個廳喺一齊就變咗工整嘅環廳。原有嘅飯廳就騰空擺三角鋼琴，做咗演奏區。每一度嘅地方都唔大，但係勝在合乎需要。做咗一個三角櫃，同埋方便翻業主可以擺翻佢自己心愛嘅飾物啦。咁亦都係做咗一個放光嘅設計啦，咁可以令到佢喺夜晚嘅時候都可以睇到佢啲飾物嘅。飯廳牆壁就做個灰鏡層架擺設，增添趣味。空間有限，顏色配搭呢就越簡單越好。係今次色調方面咧，最主要我哋係用翻黑同白去設計，因為咧係就翻個鋼琴本身嘅黑色啦，咁所以帶出翻一個黑白嘅感覺，咁去做翻個色軌同埋一啲燈光嘅配襯，令到個琴冇咁突出之外咧，咁就比較個空間感多咗。走廊比較窄，最好就係用白色鋪砌馬賽克，令到觀感別致。主人房嘅家私繼續用黑白色。如果怕單調，可以加入不規則線條。床頭機就做咗個凹陷嘅斜邊框，床尾衣櫃趟門就雙條斜條嘅灰鏡，望落就冇咁呆板。兩間細房做書房同埋阿女間房，兩間房中間做個雙面櫃，用一邊厚一邊薄嘅切割方法，劏開兩邊嚟用，擺書同擺衫，滿足唔同嘅需要。阿女中意鮮色，用白色配搭芒果黃色就夠晒搶眼。書房當儲物房用櫃嚟間牆就未夠擠，所以做地台，窗台上面地櫃連書台，甚至向另一邊嘅牆壁埋手，做個雙層櫃，分前後擺放 CD 同埋 VCD， 收納量就夠晒多。廚房色調比較深，但係有量窄，做灰鏡吊櫃。牆身就鋪不鏽鋼，配黑色膠板地櫃就富時尚感啦。